有乡亲啊，最近有网友咧讨论哦，讲这个南部甲北部的早顿是大无共。台北者就下港来的囡仔讲，因南部定定咧食早顿粉浆卵饼甲高烧意面，伫咧台北就真少看到。因讲哦，因实在是足怀念迄个故乡味。大家来点的拢是要食这个意面。头家有够无用，你看伊藏的料拢是真材实料。真侪南部人透早起床，就是想要食这味。因过有真侪为南部到北部读册，也是食头路的人，想要伫北部食这碗意面，真正是有够困难。所以讲有淡薄无奈。很少看到有台北有卖锅烧面。他是北部人啊，一开始他也会觉得怪怪的，但是现在已经被我们那个同化。北部的锅烧面就比较少，就是最多是铁板面。台北有卖锅烧面的话，那个味道也都不对，都是随便清汤煮一煮而已。是非常的真材实料的，我们会熬汤，从早上清晨就开始熬，我们会熬了好几个小时。伫南部想要食这出意面，四界拢有，早餐店嘛有。锅子要热才可以下那个饼。真高档的粉浆卵饼，这火候甲时间拢要控制甲拄好。除了古早味的香卵以外，头家阁有自创的新口味。高现在炒过了，甲两搅做伙，最后搁淋特chế猪肉，这有新滋味。有真个中部甲北部游客真爱这味。粉浆类的东西，它吃起来其实会口感比较 Q， 可以来这边试一下那种粉浆蛋饼，因为毕竟这种口味好像是属于南部口味。我这边的客人蛮多，中部跟北部的，要回来他们都会来找我。虽然台湾是自己的生活圈，不过南北食食的口味有淡薄无同，所以讲南部人的日常早顿嘛变成观光客雕成的重点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